都印證咗國家嘅進步。BB 唔舒服，以為小兒科，飛腿十字光，保衛唔到 BB 健康啦。鎮驚息風，清熱豁痰，梗係用顯生精製保嬰丹，解熱兼驅風，育兒好輕鬆。顯生好幸福開奶茶，提提你。現在係標準時間下午6點29分。報時信號係由幸福醫藥贊助播出。佔中引發嘅示威持續，中環、金鐘、銅鑼灣同埋旺角繼續有市民聚集。有銀行同商鋪受集會影響，部分要暫停營業。會係審時度勢，再係揾一個更加適當嘅時機咧，我哋推出呢個第2階段嘅諮詢工作。林鄭月娥話：現時社會氣氛不利進行政改嘅諮詢工作。各位詳細新聞內容，佔領中環行動觸發嘅群眾示威集會持續。而家喺中環、金鐘、灣仔、銅鑼灣同埋旺角，有示威者佔據馬路，多條嘅巴士線要改道或者係暫停服務。港鐵金鐘、中環同埋銅鑼灣站仲係有部分嘅出入口係關閉。受到集會影響，有銀行同埋商鋪暫停營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會係一個更加適當嘅時機，先至會推出第2階段嘅政改諮詢。先睇下集會嘅情況。佔中發起人喺政府總部附近向集會群眾講話：一日政府未能夠滿足我哋嘅訴求，我哋永不撤退，永不撤退。平日車流繁忙嘅夏慤道變成咗行人專用區。喺朝早7點，海富中心對出西行線人比較多，正總對出嘅東行線未企滿人。中午12點，人數一度減少，但到下晝聚集嘅人數不斷增加，連去到接近解放軍軍營對開嘅路面都企滿人。再晏啲，連中環干諾道中近文華酒店附近亦都聚集咗人群。警方喺夏慤道最接近政府總部嘅路口布防，有集會人士話今日向公司緊急請假嚟到呢一度。其實我自己本身係冇諗住加出嚟，不過你睇咗電視，星期六、星期日你冇辦法唔出嚟。如果呢一刻唔企喺度，我哋將來問題嘅嘢會令我更加驚將來會發生嘅事咯。除咗你哋 order 要控制場面之外，你哋唔係無所不用其極㗎。有自稱做過警察嘅市民批評警方濫用武力。香港警察攞支雷明燈鳥槍出嚟作狀，但係我唔知道唔清楚佢究竟有冇上到堂。但係呢件事係非常之不智，因為有可能係會走火，到時係會有人命傷亡。由於中午過後陸續有市民嚟到金鐘呢一度參與集會，大會亦都指示市民盡量褪向灣仔方向，等更多人可以入到嚟夏慤道呢一個範圍。
警方就先後喺凌晨同朝早多次派出談判專家到金鐘、銅鑼灣同旺角，呼籲示威人士離開，令到交通回復正常。警方希望你哋大家可以配合到嘅。但係多次嘅談判都冇成果。而喺銅鑼灣怡和街崇光百貨對開路面，亦都坐滿人。有人從金鐘執到警方用過嘅催淚彈彈殼，帶到嚟銅鑼灣。貼起佢咯。咁喺當中咧，我見到嘅全部都係一個安靜嘅情況底下，落催淚彈啦。亦都有人以唔同嘅語言寫標語，想要真普選啦，同埋想要民主咁樣咯，俾世界知道我哋係做緊咩咯。喺旺角彌敦道同亞皆老街交界，集會人士手持途人送嚟嘅菊花。唔只係一個金鐘嗰邊一個佔領，反而係全香港都要遍地開花咯。有唔少市民買嚟物資，包括水同乾糧，送嚟呢一個由示威者組織嘅臨時物資中心。無線電視記者譚美琪報導。咁譚美琪呢，依家喺金鐘㗎，係啦，你嗰邊集會氣氛係點呢？嗱，喺金鐘集會現場呢一度咧，繼續係有市民嚟到咧，希望加入集會㗎。咁而咧，其實咧，成個集會由朝早到而家咧，都係以和平嘅方式進行。警方同集會人士咧並冇發生過衝突，而喺呢一度咧戒備嘅警員咧，亦都明顯地咧係比琴日少。咁見到警員咧，到目前為止咧都冇作出任何部署或者係行動㗎。咁講翻啦，人龍咧已經由金鐘夏慤道呢一度咧，一直係伸延到中環嘅干諾道中，同埋灣仔告士打道㗎。喺集會現場呢一度咧，市民不時都會作出一啲廣播，例如係呼籲集會市民開路，方便一啲物資運送等，或者係咧好似而家咁樣叫口號。我哋會咧繼續留意住集會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而另一個記者李盼龍咧，依家喺銅鑼灣㗎，你嗰邊嘅情況係點啊？係鄭瑞文啊！集會人士而家仍然聚集喺崇光百貨對出嘅軒尼詩道呢一度，到咗放工時間啦，亦都越嚟越多人加入呢一個集會㗎啦。咁而家其實佢哋已經係參與咗呢一個佔據行車路呢個行動接近大約20個鐘頭㗎啦。咁喺較早之前啦，警方2度派出談判專家啦，係呼籲佢哋空出其中一條行車路係俾車輛通過㗎。不過係唔成功㗎。咁不過我哋而家肉眼所見啦，成條軒尼詩道未見有警方嘅任何一啲部署啦，亦都未見有任何嘅清場行動。不過呢度嘅商鋪特別係崇光百貨啦，佢就罕有地提早喺6點鐘已經係閂咗閘結束營業㗎啦。咁我哋見到而家集會人士仍然和平咁樣坐咗喺呢個坐咗喺個行車路嗰度啦。咁有啲喺度唱歌，有啲會喺度叫口號咁。咁我哋會繼續喺現場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喺旺角嘅集會亦都係持續㗎。記者李卓謙呢，依家喺嗰度嚟到放工嘅繁忙時間啦。你嗰邊情況係點呢？潘慧琳啊，咁嚟到而家啦，係越嚟越多市民係嚟到旺角呢一度參與集會。咁當中亦都見到好多係着住校服嘅中學生綁咗黃絲帶嚟到參與㗎。咁較早之前呢，有一架貨車係嚟到補給咗一啲物資，而喺呢一班集會人士嘅後面呢，亦都係有20到30架嘅輕型貨車係嚟到泊咗喺亞皆老街上面。咁由晏晝到而家嘅觀察啦，暫時未見到係有軍裝嘅警員嚟到現場布防。我哋將會繼續喺現場同大家跟進住最新嘅情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啊，佔領中環行動從金鐘蔓延至旺角同銅鑼灣一帶，有銀行、商鋪同埋餐廳受影響，部分暫停營業。政府總部對開嘅金鐘海富中心落咗閘，中心裡面嘅快餐店都因為運輸受到影響，冇辦法送貨而閂門。到咗放飯時間，平時居水馬龍嘅紅棉路變成行人路。有中環上班族趁食飯時間出嚟睇睇。我自己都係嚟睇睇熱鬧啊，見證下歷史咁樣。我唔敢講話而家已經失去咗和平啦嚇，但係最少就係原本呢班發起人話佢哋可以係控制到個場面，我覺得已經唔係好成立啦。至少我而家睇唔到香港係癱瘓咗，或者係其實大家都好和平。大家唔應該淨只係擔心呢一個嘅集會，而係更加應該係擔心我哋嗰個嘅制度、民主嘅制度。唔少喺金鐘一帶嘅商廈都安排多咗保安員喺出入口嗰度站崗，
應付任何可能發生嘅突發事情。銅鑼灣怡和街一帶嘅鋪頭唔少都已經落咗閘，照常開門做生意㗎，就少咗人幫襯。本分行暫停營業。喺旺角，有市民去到銀行先至發現冇開門，梗係唔方便啦。點解啊？咁啊入唔到嘢，做唔到嘢。集會附近嘅鋪頭有啲閂咗門，有啲就照常營業，但櫥窗就落咗閘。有藥房負責人話生意受到影響，生意完全係下降嘅。但係你哋支唔支持佢咁做？都支持啊！我哋有免費水派俾佢哋飲嘅。係啊，其實呢啲都係政府嘅問題咯。附近幾間金鋪就閂咗門。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導。交通方面，由於示威集會人士佔據咗部分馬路，有大約51條巴士線暫停，港九多條主要道路要封閉。警方話，港島區多條主要道路，包括告士打道、夏慤道、金鐘道、中區多條道路、立法會一帶同埋連接灣仔同銅鑼灣嘅一段軒尼詩道同怡和街要封閉。九龍區亦都有部分路段要封閉。港鐵金鐘站、銅鑼灣站同埋中環站都有部分出入口關閉。至於旺角站暫時唔受影響，51條巴士線停駛，另外超過200條路線要改道。佔領中環提早啟動，港股一度跌超過500點，港元匯價跌至半年低位。港股如常開市，不過氣氛吹淡，顯著下挫。呢啲都係小兒科嚟嘅啫，唔使咁驚。而家有呢個開始咗咧，啲2000點都唔出奇㗎啲。恒指最多跌582點，收市報23,229點，下跌449點，跌市成交急增至889億。擔心佔中影響黃金週假期銷情，收租股捱沽，九倉同太古地產跌2%至3%，零售股跌勢更急，英皇鐘錶跌6%，周大福跌近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股市、匯市同金融體系整體維持正常運作，不過投資者要注意風險。港交所亦都提醒，港股短期仍然會波動。香港每年都有各種各樣的示威，各種各樣的抗議，所以我很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回歸傳統，繼續的和平請願。政局唔明朗，港元匯價持續受壓，一度跌至半年低位。美元對港元曾經見過7.7647水平。金管局話，港元匯價穩定，外匯市場操作正常，有需要嘅時候會向銀行提供流動資金支持。無線電視記者陳正樂報道。灣仔同中西區學校今日停課1日，有多間學校嘅老師同埋學生響應教協嘅號召罷課罷教。教育局對教協發起嘅行動深表遺憾，呼籲老師緊守崗位。喺九龍城喇沙書院，大約70個參加罷課嘅學生喺球場自修。參加過佔中集會嘅同學在場分享，學生代表話：佢哋全部都得到家長同意，學校亦都唔反對。希望以我哋學生嘅身份略盡綿力，係可以用我哋罷課呢一個方式嚟表達對我哋對呢個警察嘅不滿啦，同埋對呢個政府呢個政權嘅不滿。有中學副校長同埋校內2個老師響應教協嘅號召罷教，安排咗老師去代課嘅。咁我哋一般代課咧都會老師會交低翻佢本來上課堂係教一啲乜嘢。頭1、2堂咧，我哋就全體學生入咗禮堂嗰度，去同學生去分析翻件事嘅。有家長就話佢讀中學嘅仔女亦都有參加罷課。我唔贊成啦，係但係佢哋會去嘅嚇。係啊。咁你點樣同佢哋講啊？你點同？盡量唔好走到咁前線咯，因為我其實驚啲中學生佢個思想未必係想係穩定，即係對香港有啲咩穩定嘅作用啦，而係佢想響個即係前線嗰度出風頭喎。我支持佢嘅係，但係我希望佢係唔好有咩損傷咯。全港11區嘅家長教師會聯會發表聲明反對罷課，俾學校歸翻學校，即係學校裡面就唔應該話有老師去帶動一啲罷教，或者鼓勵一啲學生去罷課。津貼中學議會亦都表示唔鼓勵罷課。無線電視記者趙婉婷報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鑑於目前嘅社會氣氛不利政改諮詢工作，會等社會氣氛比較平和一啲，先至推出第2階段政改諮詢。
示威活動喺本港多區擴散之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同保安局局長梁棟國交代政府嘅處理方法。林鄭月娥話：今次事件係由政改引發，佢話會等社會平穩啲，先至會啟動第二階段嘅政改諮詢。目前社會上嘅氣氛呢，並不有利於我哋進行政改嘅諮詢工作。咁所以我哋會係審時度勢。再係揾一個更加適當嘅時機咧，我哋推出呢個第二階段嘅諮詢工作。但係我哋嘅目標咧，都真係希望能夠喺2017年落實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但係我哋不急於一朝一夕，我哋會當個社會氣氛呢係比較趨於平和一啲。能夠係有利於我哋開展一個有建設性嘅諮詢嘅工作咧，我哋先至啟動第二輪嘅公眾諮詢。林鄭月娥話：堵塞已經引起不便，希望示威者讓出部分行車線，等緊急車輛通過。佢又強調，警方星期日嘅行動係適當嘅。警方喺處理示威嘅事件裏邊呢，係採用咗適當嘅暴力，引起咗社會上不少人士呢個不安。呢一點我係可以理解嘅，畢竟使用催淚煙呢個嘅行動咧，喺香港係近年已經係比較少發生。咁但係我亦都同時希望社會大眾能夠諒解我哋前線嘅警務人員喺執行法紀、喺保障公眾嘅安全同埋社會嘅秩序嗰方面咧，係要有佢哋嘅專業嘅判斷。咁對於佢辭職嘅傳聞，林鄭月娥澄清係冇根據嘅。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導。休息翻嚟仲會報導，政府取消11國慶煙花匯演。台灣同英美等地都有聲援佔中嘅示威。紅茶檸檬比例完美，撞出有層次、有性格嘅口味，自夾我哋貼得起就係我 VLT。京都念慈庵蜜煉川貝枇杷膏，而家仲有便利裝，天然草本，即時一包潤喉，舒服晒。記得隨時帶起身，京都念慈庵便利裝隨身帶嘅枇杷膏。While you kiss me goodnight in the happy land. Close the door and leave your key. I'm ready to go. In the happy land. 大家的故事，落淚股評人。個價抵成咁，仲有飲有食，哇！鴛鴦炒飯，白汁配新鮮蝦仁，茄汁配巴西嫩滑雞絲，大家樂鴛鴦炒飯30蚊。充一充電，大家樂見。Georgia 微糖咖啡嘅獨特歐洲滋味，由兩大咖啡豆深度烘焙，淡淡香濃順口，微糖嘅純咖啡甘香。新登場 Georgia 微糖咖啡。路走過大半個世紀並唔容易，憑嘅係手藝同埋創新思維。傳下嚟嘅精神成為學問，剩下嚟嘅堅持成為意志，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周生生80週年，食嘢啦！喇叭常伴你心同行，真情與你是一家人，你我相親相愛着，喇叭的愛護為你解憂同紓困，保障為喇叭多功能，自我的能力 no problem， 百彩的信譽去邊都帶住貼心陪住你，喇叭牌日本喇叭牌正路丸，貼心陪住你。翻嚟新聞時間，政府決定取消國慶煙花匯演。當局話，鑑於當前嘅情況，
去各個熱點睇煙花匯演嘅交通要道，或者會持續受到嚴重影響。基於公共交通安排同埋市民安全嘅考慮，取消10月1號當晚嘅國慶煙花匯演。警方話處理集會期間，先後喺9個唔同嘅位置發放合共87枚嘅催淚彈。警方解釋係經過多次勸喻無效之下使用嘅最低武力。星期日政府總部一帶集會期間，警方曾經多次施放催淚彈。警方話係指揮官因應情況做決定。警務人員呢喺過去執法期間呢，其實都係保持克制同埋專業。喺使用武力方面呢，我哋都有嚴謹嘅守則。當武力使完之後、用完之後呢，我哋達到合法嘅目的，我哋就即時停止。催淚煙呢係可以個功效呢，就係可以保持咗嗰個短暫嗰個距離，特別衝過嚟嘅時候，係嘛衝擊警方嘅時候，咁嗰個催淚煙呢，可能將我哋嗰個距離突然間可以製造咗出嚟，令到大家嗰個傷害會少啲。對於防暴警員配備長槍，警方解釋係基本嘅裝備。藍帽子啲同事咧都係配備咗一個可以講基本嘅一啲防暴嘅裝備啦。咁呢個就係佢哋嘅配備嚟嘅。咁我講過咧，其實咧喺使用任何嘅所謂嘅武力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定嘅層次。對於日間警方未有採取行動，佢解釋係經過評估之後，認為星期一嘅集會比較平和，會作出相應部署，呼籲集會人士克制同埋盡快離開。無線電視記者曾百惠報導。民主派議員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當局施放催淚彈，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落台。行會成員葉劉淑儀認為警方有必要採取行動，又話要求梁振英落台係不負責任。梁振英下台！梁振英下台！23個民主派議員發表聲明，泛民守護全民不合作運動，彈劾特首，促梁振英下台。我哋強烈譴責特區政府向和平集會人士施放大量嘅催淚彈，並且威脅開槍，以不必要嘅武力對付手無寸鐵嘅市民。我哋對此感到極之憤怒。佢哋話正係草擬彈劾特首梁振英嘅動議。行會成員葉劉淑儀認為警方有必要採取行動。人群集結越嚟越多咧，好容易混亂，好容易有碰撞，係嘛？連戴耀廷自己都話失控啦。咁所以警方一定係要用適當嘅武力去驅散個人群啦。個目的咧就係恢復社會嘅秩序。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話，佔中集會造成嘅影響比任何人想像更大，組織者應該承擔責任。一個民眾運動係始終係要民眾嘅支持。如果佢哋長期係令到普通嘅香港市民係受到影響嘅話，民意係可以逆轉嘅。政府發言人就話，由於喺馬路上集結嘅市民大致回復平靜，防暴警察已經撤離，呼籲聚集嘅市民盡早和平散去。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英國、美國同埋台灣等地都有聲援佔中嘅示威，其中喺台灣有民眾到香港駐台北辦事處示威，聲援香港佔中嘅示威者。馬英九總統呼籲大陸以和平審慎態度處理同埋聆聽港人訴求。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公民革命，齊在香港。佔中浪潮由香港蔓延到台北。一批示威者包括3月時動員反服務嘅學運領袖陳偉霆同林飛帆，以及10幾位嘅香港留學生，到香港駐台北辦事處抗議。駐台辦主任梁智仁上晝現身接收陳情書。這裡呢就不講我個人的意見啦。是香港警方究竟是用暴力手段對付我們手無寸鐵平民，我們就這樣走出來，難道主任你一直不知道嗎？馬英九總統早上出席活動致辭時特別提到，非常關心香港嘅形勢。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大陸當局傾聽香港民眾的聲音，用和平審慎的態度來處理。陸委發表聲明，表示支持港人對於普選同民主嘅渴望同追求，亦呼籲大陸、港府同香港各界和平對話，尋求共識。無線電視駐台灣記者歐國強報道。日本本州中部御嶽山火山持續爆發，
搜索工作去到晏晝，因為再有毒氣